继续来看这个台铁太鲁阁的事故。去年的4月初2发生到呾，得要满1年了。受伤者的代表早起到立法院陈情，讲过去1年来，政府甲因放袂记咯，拢无甲因尊重，嘛无甲因关心。参之前已经约好势要甲交通部长来见面，嘛去互放照。部长王国材是出面来道歉，讲是因为当人约时间约了订单去。不过，这个家属也是真不满，现场的气氛火药味真重。我们要见部长，我们要见部长。讲要见交通部长，去年4月7日造成49个人死亡、200多人受伤的太鲁阁事件，10外个受伤的代表集中做伙批评交通部，已经过1年啊，拢无得干关心。王国材入去立法院开会进前，先甲因见面。对于大家状况都非常的了解哈，也知道大家的诉求是什么。所以你就是没有关心伤者嘛？不是。一个警察部长受伤人心内愤怒拢表达出来，这代表有提出3点要求，请王部长履行承诺，甲受伤者家属面对面沟通。第二，成立代替改革外部监督团体，由日本纳入受伤者甲亡者的代表共同监督。第三，高层的负责任妥善处理受伤的人。我们要承诺，我们要承诺。我必须要尊重他们啦，就像尊重你们一样，好不好？这受伤者代表真不满进前约好时间，互人放分照。部长讲是当然安排行程有订单，才造成误会。等到立法院内底，继续面对立委的质询。明天见面，后续能不能妥善的把它给沟通完毕？这个没问题，就他们的诉求，我们一一回应。明仔载会甲受伤者的代表面对面坐落来好好讲，太鲁阁悲剧要满1周年啊！要安怎安慰受害者心内痛？更加想办法要安怎加速代替改革的脚步。王部长伫短时间内恐惊都要继续伤脑筋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